大家好，我是王一梅。今日俺要搞创的歌曲有两首，第一首《半山腰》，第二首《石上开草坡》。第一首《半山腰》两首歌曲，特别是代表俺哋的六队天气、高频天气、闽南天气最有特色的歌曲。歌曲底外，俺哋除了有介绍我们的美浓地区的特殊的地理环境、特殊的气候以外呢，我们知道在高雄地区、美浓地区，甚至在更大的范围，高屏地区，还有我们的原住民的朋友。所以呢，这首曲子呢，是希望借由原住民的这个原来的曲调，套上我们的客家的歌词，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。嘅俺哋今日就先从半山腰开始。今日六队客家歌谣班将以混声四部呈现。老妹呀，老妹，你对哪来？我对闽南来。天下第一摊，俺就谈到北方，谈到罗湖；第二摊谈到客家民谣，谈到俺度嘅朋友来；第三摊，俺就伫台湾歌谣闽南啊，好地方。俺就了好地方，
孕育出了我们的美浓客家姑娘。所以呢，他就回应了男士们问他：“你从哪来？”美浓客家姑娘回应说：“我呀，从米农来。”接着我们要进入第4段，第4段就是我们高雄美浓最有特色的山——捏稿山。在第4段呢，非常的凸显出混声4部优美的和声，在美声之中呢，还特别有的节奏形态。我们先听听看那个节奏，您是否也会唱呢？有唱出来吗？第4段，的原住民朋友也加入喽。所以呢，我们听到的那个咿呐呀咿呐呀吼海洋，我相信大家是不是也耳熟能详，甚至也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了呢？N6先来头号 ，N6看一下 N6第49小节。那边 N6男高音有一个最高音，听冇 ？N6男低音最低音那个啦，我听下冇弹到呢。我唱先来头号的男低音单独来一次好冇？你对那海风爱嘅8度音，喉咙放下一点哦，到胸腔的共鸣哈，那个母音的 o， 这个母音的 o 往下放，好吗？按照吃宽宽的哈。哎呦，49小节男低3，来。哎呦，你对那海风。跟音乐上面，我们这个搬伞友是4拍，4拍的强弱、强弱、次强弱，对吗？那边所有的优两个是莫按台上莫，哎呦哎呦，按的就唔好弹哎，对吗？哈，第1拍是重音哦，哎嘿重音，第3拍在谱上我们写的是6，是拉这个音，对吗？哈，是次强拍，所以稍微横膈膜那个地方推一下。让这个强弱可以更明确，会更好听，而且更容易唱，好吗？吃宽宽的，男低音3，来。哎呦哎呦，你对那呦。哦，好，很好，来男高音，我们单独来一次49小节。合唱团的老师哈，喜欢说英雄气短，我们不能当英雄，好冇？我们当高雄美浓人，好冇？给来，有几多拍子？请问一下，男高音可以回答我吗？
5拍。有5拍呀，嘿嘛。好，跟来撑好哦。撑好的时候，麻烦耳朵去听它，肚子做好，有没有做好？肚子支撑好，头后哦哈，那个气息支撑好。来试试看，再一次哦哈。3男高音49小节3，来。哎呦哎呦，一对奶酪。哇，后躺再过1拜，好听就要再一次3，来。哎呦哎呦，一对奶酪。哦，好，来下请男低音一起。哎呦，男低，哎呦，记得哦，男低音特别重要的是，男高音现在负责是主要的旋律，男低音是和音，所以如果我们的和音的强弱把它唱出来的话，男高音在高音的咪跟来这个字呢会唱得更轻松。好，我们试试看，男高男低3，来。哎呦哎呦，一对奶酪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下请女低，麻烦看一下52小节。女低试试看52小节，哎呀，对咪弄来哈，没有神老给旋律唱一次好吗？哈，咪咪3、4，咪咪啦啦西西嗦咪，2、3、4，好，歌词3，来。好，就挑台下跟男低音，这个第一拍跟矮这个字，嘛啥对咪弄来，台下先来同学们唔对奶来，你要你要回忆矮对咪弄来，所以这个矮这个字刚好在音乐上面它是第一拍，所以我们先把第一拍这个矮这个字这个音把它加重音，特别我们知道女低音4个声部 ，soprano， 女低 alto， 男高 tenor， 男低 bass， 最不好唱的就是女低音，它是夹在这个4个声部的中间，最好唱的就是女高音。待会你们听，她们很好，很随便唱都可以唱得很好。我们女低音最难唱，所以麻烦这个第一个音，稍微好像那个肚子那个地方推一下，横膈膜推一下，加一点重音哈。3，来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想请男低49，女低52衔接进来。3、4。哎呦，一对奶酪。女低重音。好，很好。来，女高52小节。2个同音反复的时候，第2个音要唱亮一点，往上走一点点哈。来，女高3，来。好，来女高女低，3，来。好，来男高男低加上49，3，来。哎呦，一对奶酪。2、3，来。女高，太低了。那个在唱男生在唱的时候，我们心里要准备着，我刚刚太低了哈，再一次哦，49男生，3，来。哎呦。